哎呀，空有一身泡妞的本领，可惜自己是个妞。我说嘛，在这么小个房子里面啊，守株待兔，坐井观天，人家谁会主动送上门来啊？什么？不给看？什么情况？不给看！不给！欢迎光临。小鸡冰冰，接客了，来啦！嗨，李总，嗨，校长。打完球啦？对，刚结束。先生你好，我是这里的总经理，我叫冬眠，不是冬天爱睡觉的眠，而是冬天也要缠绵的眠。这么复杂？啊，其实我还是很简单的。哦。你要点什么？出事儿了，一杯汤力水，2片柠檬，谢谢。不客气。Wait a moment, please。好。云冰，一杯汤力水。好的，马上。优质男。我们俱乐部的会员都这样。都这样？对呀，于总就是我们俱乐部会员。啊？我们岂不是都在骑着马找鱼？看来可夫的情人有谱了。别在那儿胡搞瞎搞啊！于总结婚了，孩子都2个了，别乱来。李珊珊，你是个什么脑子的人？你们俱乐部总共就他一个男的啊，总有那么几个漏网之鱼是没结婚没有孩子的吧？我们只需要把他们小小的聚在一起，那我们的小情人、得婚男还有亲子爸就都搞定了。你有病啊！你当我是你们妈妈桑给你找鸭子呢？找你妹呀！珊珊，你怎么就是不开窍呢你？你们马球俱乐部的这些资源不都可以挖掘？你这也太假公济私了吧！什么叫假公济私啊？我这叫资源共享。再说了，你们马球俱乐部的这么多的会员，不是也需要搞好关系吗？这可是一件好事儿。那你的意思是说，一箭双雕 ？No， 我说的是一举3得。雷闪闪，这样吧，这件事情你要是办成之后呢，你来咱们会所吃饭，全部都简单5折。成交。开工。喂，钱总，你好，我们唐人马球俱乐部要搞一次，正在办一个时尚先生魅力女人的活动，你有时间来吗？大伟啊，我不回去吃饭了，我跟闪闪他们。别打私人电话。不好意思，不是说你，周末见。想一时而可能。
烦不烦呀？大清早的唱什么哀乐呀？周末也不让人多睡会儿，困死了。baby， 今天要参加聚会，你能不能赶紧起来准备准备？下午才聚会吗？不是啊。现在离下午只剩下5个小时的准备时间了。5个小时还不够你化妆啊？你要整容是怎么着啊？太完美了，机会是为准备好的人提供。你看我美吗？你看我美吗？哎呦我去 ，baby， 你看，我美吗？美得跟得了禽流感的山鸡一样。凤凰好吧？山鸡，凤凰，山鸡，凤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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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小姐你好，请问可以请你跳支舞吗？这什么眼神啊？无视你们俩也就算了，竟然无视我冬眠。是啊，无视咱俩也就算了，竟然把你也给无视了。这个 party 是特意为我们3个举办的，看来我们得向 Lady Gaga 致敬。这又出了什么幺蛾子？看来我们得改变战略，跟他们拼不到领空，拼不到领地，只能拼领海了。领海逆袭计划。对，让他们通通